新劇《城寨英雄》播出短短一個星期，經已引起觀眾追劇熱潮啦。唔少網民呢都大讚幾位男主角打得有型又好睇啊！嗱，劇中各人嘅關係錯綜複雜，集集呢都打過你死我活㗎。不過呢日呢宣傳活動上，劇中一眾演員呢就玩到忘晒形 ，friend 過打 band。咁你睇胡定欣、陳展鵬、袁偉豪、劉佩玥、伍允龍、吳家樂、林子善同林穎彤個個咧都使出渾身解數啊！至於定欣同煎 pan 呢，就首次現場合唱劇中嘅片尾曲，明明係首情歌嚟噶嘛啊！有乜解救呢？佢哋越唱就笑得越大聲嘅呢？好笑咯！點解好笑咧？唱下片，我唱咗佢嗰啲喎，佢要唱咗我嗰啲喎。今次係第一次演，證明我真係好熟嘅，其實係咪先？係邊個唔熟咧？其實真係冇唔熟，冇其他演員唔熟。有追開呢套劇嘅觀眾就知呢個星期最緊張嘅，當然就係劇中由 Bella 飾演嘅欣欣命運如何啦。煎 pan 透露嚟緊，因為欣欣嘅命運呢，定欣將會有一場超視後嘅演出啊！我覺得係一個超視後嘅演出咯，因為大家佢拍完嗰套戲，演完嗰場戲，我哋都個個拍晒手掌，咁所以就唔使望住我，係。係咪自己？大家望住我得啦，我講嘅。係咪自己都幾期待嗰場戲出街？期待嗰場戲係我拍嘅時候都係第一場要有動作嘅戲。講第一個禮拜最大嘅一個爆點，未必都係嗰場。